大家阿弥陀佛。大家点点懂吗？脏了的啊，你小伙弟弟收着去啊，但吃不记得，俺这到底，moet u maar eens。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声早安。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会讲解这个心经的内容。所以呢，在这个昨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心经的8个部分当中的第5个问这个部分，其中谈到了欲和欲望，或者这个说这个想要和贪爱的差别，还有谈到了什么是修行什么是菩萨的4种行持和十法行，还有这个大乘佛教的根道果等等内容。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会继续讲解问先是讲解这个问的部分还有呢这个第六个就是答的部分，也就会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回答。然后这个解释的内容呢，是就是复当云何修学，作是语仪。这是就问的部分。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答具受舍利子言：若善男子及善女人，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彼应如是观察：五蕴体性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就是今天所讲解的这个回答的部分前面呢就是所以呢先我们讲解这个问的部分昨天还没有讲完。这个问的部分呢，就昨天就是前面说有这个它的这个完整的问题，就是若善男子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复当云何修学？这是就是完整的它的问题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因为这里面只有提到善男子，但是后面呢，观音菩萨回答的时候，他又提到了善男子以及善女人，所以呢，有些就是大师认为这个若善男子这边呢，就是少了一个善女人。其实呢，因为梵文有不同的版本，即便是这一个心经有不同的版本，所以呢，有些里面可能就是少了一些字或者多了一些字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其实呢有些梵文的版本里面这前面这个舍利子问这个观音菩萨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这个善女人。所以的问题就是说这个
所以呢，这个呢可能要补充一下。接下来呢是问的部分啊，就昨天还没有讲完的这个问的部分。复当云何修学？根据这个无垢有大师的说法呢，行是指证悟空性的智慧，而修则是指这个精进的去修持的意思。所以呢，这个舍利子尊者就问了这样一个想要精进修持的人到底应该要怎么去做呢？所以他就说到云何修学。在这个问题当中呢，其实呢包括了以下的5个问题。这5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修学，熟悉般若波罗蜜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应该要用什么样的行动来修学，熟悉般若波罗蜜多。第三个问题是应该要以什么样的现证来修学，熟悉般若波罗蜜多。第四个问题是就是应该要以什么修行的方式来修学，熟悉般若波罗蜜多。所以呢，这5个问题是相当要以什么样的就是第五个问题是应当要什么样的正量来修学，熟悉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以上是就是它所包含的这个一个问题里面包含了以下的5种问题，以上的这个五种问题。然后呢，以上的这个5种问题呢，其实是要搭配这个5道来提问的。5道实地的5道。也就是说，这个舍利子的问题其实是问资粮道的菩萨要怎么修学加行道的菩萨要怎么修学，还有见道的菩萨要怎么修学，还有修道的菩萨要怎么修学，和等无间道的这个菩萨要怎么修学。所以呢，在我们这个藏传佛教里面最通用的一个祈请文，也就是在我们这个金刚总持祈请文里面也提到，世世不离清净上师尊，受用殊胜吉祥之法教，5道实地功德系圆满，愿速证得金刚持果位。这边的这个实地呢这里面所谈到的这个实地呢，是我们知道是这个指的是圣者菩萨的实地。所谓的这个圣者菩萨实地，也就是将直接经验直接体会到空性的菩萨，被称为这个圣者菩萨或者圣者菩萨实地。然后它呢就分成了10个层次这样的分裂方式呢，是大乘佛教共通的一种说法就像是中观派的入中论，或者唯识宗的成唯识论，
以及这个《华严经》啊、《解深密经》等等经典，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分裂菩萨的层次，或者圣菩萨的层次。而这边所说的这个五道呢，在唯识宗的这个成唯识论，还有这个藏传佛教的认为这个弥勒佛菩萨所著的这个《现光庄严论》当中呢，都提到无道这样的一个分裂方式。这个实地跟无道有什么差别呢？这个无道的范围呢就比较广，而这个实地的范围呢，相对来说的话就是比较窄。因为就像这刚刚所说的实地是以证悟空性，也就是这个圣者菩萨来做的分裂。无道的这个范围呢，则不局限于圣者这里还有包括一些凡夫菩萨，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就是无道所包括的范围是比较广的。然后接下来呢，是我们谈到这个无道所以无道是指哪五道呢？这无道就是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和无学道。这五道的这五道是渐进式的，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将会从资粮道开始呢，一路往上修学，直到最后的佛国，也就是无学道所以呢，这整个过程呢，也就是大乘的修行过程。每一道之间呢，有很多的差异其实，在同一个道里面，还有许多的这个分类。然后呢，比如说这个资粮道呢，可以分成3个层次，是上、中、下这样一个3个层次。加行道呢，可以分成这个4种：暖、顶、忍、是第一法。然后呢，见道也可以分成16刹那，16刹那。而这个修道呢，可以分成菩萨实地等等。所以呢，每个层次里面都有很多的细节。然后呢，每一道呢，每一个层次，每一道每一个层次之间的这个差异，虽然是很多，但是呢，在这个解释心经的时候呢，舍利子尊者呢，暗示性地请问观音菩萨，无道的菩萨应当如何修行？他没有就是文字里面没有很直接的问到这个问题只是问了一个云何修学。但是呢，舍利子尊者呢就暗示性的请问这个观音菩萨无道的菩萨应当如何修学？所以的意思就是他整个这个大乘的所谓的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他所问的是问题就是比较广的所以呢，从这个大乘的这个修行开始到最后要怎么修行？
对于这一点呢，就是阿底峡尊者就是引用了这个《解释密经》的这个那就先这个就不用说了，那就这样。然后再来是做事语仪。这个做事语仪呢，这个接着呢就是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啊，也就是这个做事语仪这句经文，这是一句连接问题和这个答案之间的一个句子，同时呢也为之前所发问者的问题做了一个结尾。再来是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答具受舍利子言。然后这里的这个观自在啊，还有这个菩萨摩诃萨，还有呢这个具受舍利子的意思呢，我们在昨天已经解释过了。但是呢，这里的这个言是宣说的意思啊，宣讲或者宣说的意思，也就是这个观音菩萨呢，对这个具受舍利子宣说接下来的内容。再来是这个回答，再来就是我们这个已经开始了这个第6个答的部分。那刚刚我们知道舍利子尊者就他问了，其实虽然他说了就是问了一句问了一个问题，但是其实那里面包含了5种问题。那这个5种问题呢，就观音菩萨呢对这个5种问题呢，就是他回答了这个11种回答，他做了11种回答，是不是给了11种回答。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这11种回答就可能跟大家说一下，但是这个11种回答我觉得这个有点头疼呀。这11种回答就是根据这个11种回答呢，我觉得还是先这样吧，先放在旁边。所以呢，这个若善男子善女人，因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呢，就是观自在菩萨的回答了经文的部分呢，其实这个回答经文的部分呢，是从若善男子及善女人到如是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这一段经文全部都是他的回答。一般来说的话呢，这个心经的所化众也就是这个与会的听众呢，都是立根器或者是上根器的人。但是呢，这个上根器当中呢还有可以分出比较利的和比较钝的根器的不同因此呢，就是根器根据不同根器听众们的这个要求呢，观音菩萨呢就将接下来的这个回答呢，就大致呢给分成2个部分。这个第一个部分是说针对那些钝根器的听众，但是这个钝根器他们不是上根器他们是上根器中的钝根器
这样的一个听众啊，所宣说出来的这个答案啊，这是第一个部分。这个第二个部分呢，是针对那些这个立根器的听众啊所说的这个答案。由于是这个立根器的听众呢，他们就是很厉害，因为他们就只听到开头的几个字啊，几句话，就能完全通晓一切的内容。所以呢，这段的这个答案呢，就是宣说涵盖了就是所有这个关键要义的咒语密咒。这个密咒里面呢，就我们说这个第二的嘎迪嘎的巴拉嘎的巴拉三个的波迪梭哈，这个密咒里面呢，它就是涵盖了所有关键的要义。这个呢，对谁说的呢？谁宣说的呢？是那些上根器或者立根器的人。虽然他们就很短，他们就不用说很多废话了，直截了当说几句话，他们就知道。所以呢，刚刚我们说的这个11个回答，其实是就是属于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对那些钝根器的人所宣说的这个回答呢，有11种或者11个回答。所以呢，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11个回答是怎么分类啊？怎么分类？怎么分类这个？所以呢，刚刚我们说有5个问题嘛。所以呢，这个第一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第二个问题是说什么样的行动去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所以呢，一个是什么样的心态，一个是什么样的行动？所以呢，这两个是前面的两个问题啊。这前面的两个问题呢，就是他做了一个观音菩萨呢，就是他做了一个就是统一个答案，那就是我们经文里面的若善男子及善女人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彼应如是观察。这就是头两个问题的统一个回答。再来是问题3，问题3是应该以什么样的正量啊？这个正量这个词啊，虽然有点难懂啊，但是我们也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暂时，昨天晚上我们就昏昏沉沉的，也想不到什么更好的句子啊，所以就正量啊，现正。所以呢，这个什么样的这个现正来修习般若波罗蜜？这是第3个问题啊。第3个问题呢，观音菩萨做了5个回答。第一个回答：无蕴体性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是第3个问题的第一个回答。再来是如是受想行识一复皆空，这是第3个问题的第2个回答。我们都在说的是第3个问题啊。
再来呢是是故舍利子，一切法空性，不相不生不灭，不是无相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无灭无增。这是第3个问题的第3个回答。等一下会，等一下到下面就会知道这个很复杂的。然后再来是舍利子，是故尔时什么空性之中，无色无受无想无形，亦无有事，无眼无耳无鼻无舌无身无意无色无声无香无味无处无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哇，这是第3个问题的第4个回答。哎呀，等一下，再来是这个无苦集灭道，无智无得，亦无不得，是第3个问题的第5个回答。以上是第3个问题的5个回答。OK， 再来是这个第4个问题。第4个问题是什么呢？第4个问题是应该要以什么修行的方式来去修学般若波罗蜜。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有2个回答啊。第一个回答是是故舍利子，亦无所得故，诸菩萨众依止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就是第4个问题的第1个回答。再来是心无过碍，无有恐怖，超越颠倒，究竟涅槃。这是第4个问题的第2个回答。以上是这个第4个问题的2个这个回答已经讲完了啊。这不是讲完，就是第4个问题的2个回答。然后再来是第5个问题啊，也就是这个最后一个问题。第5个问题呢，就是就有3个回答。第1个回答呢是三世一切诸佛亦皆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这是第5个问题的第1个回答。再来是第5个问题的第2个回答呢，其实只有2个字，就是无上。但是呢，这个无上呢，就藏文里面无上是前面啊，但是中文里面无上前面又多了一个字啊，无上前面来了一个就是正德。所以的这个正德，其实呢，藏文里面的话，正德是属于第3个回答。但是无论如何呢，就是正德无上的这个无上呢，是第5个问题的第2个回答。再来是正等菩提，也就是说正德正等菩提。这就是第5个问题的第3个回答。所以以上是这个第5个问题的这个3个问题已经讲完了啊，3个问题已经讲完了啊。哇，这个好吧所以呢，就是又回到原文啊，就是经文啊。首先呢，第1个部分呢，是从这个若善男子善女人到这个正德无上
正等菩提之间的这一段经文。那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谈到这个若善男子善女人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啊，这里的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的意思啊，我们在昨天已经解释过了啊。简单来说的话呢，就是指那些有资格听闻般若法门的众生。彼应如是观察，无蕴体性皆空。这里面所谈到的这个彼呀，彼的意思是，就是指那些想要修行的人啊，应该是观察的，应如是观察的意思，就是彼指的就是那些想要修行的人。应如是观察的意思，就是要对于各种分类的这个事物呢，要好好的观察和分析的意思。那在这里呢，就是无垢有阿舍离和这个阿底舍尊者都认为啊，彼应如是观察，无蕴体性皆空这个句子里面啊，是在表明啊资粮道和这个加行道所禅修的对境。无垢有大师认为呢，那些修持甚深，其实，有点奇怪，我也可以。那些修持甚深般若空性的行者们呢，应该用正确的四种观察方式去观察所有轮回和涅槃的一切事物。所以就是应如是观察的，如是观察的意思就是说，应该用正确的四种观察方式啊，四种观察方式我等一下会讲。所以呢，用这个四种观察方式呢，去观察所有轮回和涅槃的一切事物。这里所说的这个四种观察方式，也就是四种所缘。大家应该记得啊，昨天我们引用了一个俱舍论的一个句子啊，来说明这个三摩地的重要性。这告诉我们呢，这个禅修是达到解脱的关键。如果禅定力不够的话呢，不要说这个解脱轮回了啊，就连这个离开欲界的能力都没有。所以呢，在这里提到的四种观察的方式，也就是四种禅定的所缘。所以，也就是，然后呢，这是我们在修行大乘的过程当中呢，必须要，依序修习的方式啊，这个就是一个修习的方式。然后就在这个解释密经当中呢说了，只观有其分别所缘者，有分别镜像所缘境事，就是无分别影像所缘境事，是边界所缘境事，
所作成办、所缘尽释等四啊，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四禅定所缘或者四种观察的方式，就是这四种。那第一种，然后呢，里面的这个第一种修持方式或者这个观察方式，是有分别影像所缘尽释，它的名字叫做有分别影像所缘尽释啊，这个名字很长啊。这个阶段是属于这个五道中的这个资粮道啊，这部分是对这个初学者来说的话呢，就是这部分是初学者来说啊。初学者呢，刚开始修行的初学者呢，就是必须要广泛的吸收，并且或者广泛的去闻思、听闻，广泛的去这个吸收、听闻，而且思考大乘的思想，而且要去观察、分析以及这个认定里面的种种差异性和道理。由于这样的一种过程，它带有一种分析的能力啊，所以称为有分别。然后第二种修行方式或者第二种观察方式或者第二种禅定所缘呢，它的名字叫做无分别影像所缘尽释。它是呢属于五道中的加行道啊。然后呢，之前呢，他就这个修行者行者呢，就经过了在这个资粮道呢，就是经过了大量的吸收或者大量的听闻，以及这个思考的分析大乘道理思想之后呢，行者呢更应该去练习专注的能力。这种专注是没有分析能力的，所以称为无分别。然后再来是那行者呢，在这个资粮道和加行道里面专注，尤其是这个加行道里面专注力呢，渐渐的稳定之后呢，更要配合之前所培养的这个观察的力量，也就是分析的力量，透过配合了禅定的观察力量和这个分析的力量，来这个深刻地体悟空性。当修行者呢，就能够直接经验到或者体会到空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的禅定力就是止和观这两种禅修的一种结合相应。这个阶段呢，就称之为见道。见道这个名称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是行者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第一次直接的见到空性，所以叫做见道。见道的时间是很短的但是它是却很关键。为什么呢？是因为从见道开始呢，这个行者算是直接见到了空性，所以可以说他不再是凡夫，他已经成为了圣者，他不再是凡夫。然后呢，在进入这个见道这个阶段得到见到空性的智慧之后呢，若能持续的维持并且不断的去习惯这种见到空性的智慧的话呢，那就是修道。
所以呢，我们刚刚在提过啊，见道和修道啊这两个修行的阶段呢，使用的禅定的方式是相同的，也就是这个他们两个使用的禅定方式就是事遍计所缘尽释，他们两个用的这个禅定的方式或者观察的方式是相同的。这种禅定方式就是第三种刚刚所说的这个第三种修持方式，是这个事遍计所缘尽释。这边的这个事是指所有的事物啊，而这个边际是不是？边际则是指这些事物的真实本质，也就是空性。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处于这个见道和修道的修行的人呢，他们能够持续的观察一切事物的真实本质，所以他们的禅定带有这样的一种特色。这样就是不停的去修行之后呢，我们最终成就了佛果。这个时候的禅定力量呢，也达到了这个最究竟的圆满，可以说完成了所有该做的事情，该修的法都完成。因此这样的禅定被称为所作成办所缘尽释，也就是说第四个修持方式，所有要做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但是这也不是退休。有一个说有一句话说我们是轮回啊。以前的祖师们说的，我们的轮回是小轮回，佛陀的轮回才是大轮回。为什么呢？意思众生皆可成佛啊，意思就是说有一天我们可以离开这个轮回。但是呢，佛陀呢就离不开轮回啊，永远都离不开轮回。为什么呢？他在轮回当中利益众生，所以他离不开轮回，所以呢，就轮回就是他的办公室。所以他也没有办法退休。我们以为成了佛之后呢，就没事了，放松了。其实成了佛之后，当然就是事情更多。当然是放松的状态之下，你可以做很多事情。现在我们呢，就是不放松的状态之下，只能做一点点事情。但是呢，佛陀就是任运所谓的任运成就，意思就是说他很放松的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的话，就没有办法放松，就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烦恼这个那个，所以就所谓的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成就佛果？关键就在这里。凡夫利益众生的话，大部分都不会成就或者不会成功的。菩萨利益众生的话呢，就是大部分会成功，但是有一些不会成功。佛利益众生的话呢，都会成功，没有什么不成功的。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要这个成就佛国，就是要为了利益众生。所以成就佛国之后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刚开始。好，以上这个4种修持的分类这个方式，也是根据这个圆策大师的这个解深密经，就是书来做的这个解释啊。总之呢，我们要知道修行过程的一开始，我们必须要广泛的去吸收和闻思大乘的理论和思想，这是资粮道这个阶段要做的事情。然而呢，这个时候都还只是停留在这知识上的理解而已。慢慢的，我们要能够这个培养专注力，进一步的去分析和观察之前所闻思的大乘教义，并且呢，透过实修产生深刻的体会或者体悟，这就是进入了加行道，或者可以称之为前行道。就是谁的前行呢？是见道的前行。行者在这个时候呢，是离这个空性越来越近了，快要这个见到，快要就是见到，所以就是叫前行。接着呢，一旦行者呢真正透彻的就见到了空性，并且呢持续的去培养这种见到空性的智慧的话呢，这就是来到了见道和修道的阶段。最后呢，成就圆满的佛国时候呢，就可以说是达到了第5道无学道，没有什么可学了，要学的都已经学完了。总之而言呢，这个若善男子善女人，欲修行深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彼应如是观察，无蕴体性皆空啊。这句话的经文是观自在菩萨呢对于这个舍利子的问题呢所给予的这个简要的答复啊。后面的其他经文呢，则是比较仔细的答复。当然，我们这里面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就闻思很重要。我们在这个修行佛道里面，就是闻思是很重要。所以呢，我们这个塔布嘎居派的这个创始人这冈波巴大师曾经说，这个初学者对于初学者来说的话，闻思是极为重要。然后到了一定的就是稳定啊，这个思想或者稳定之后呢，我们应该去实修，不能一辈子都是闻思啊，去这个什么研究啊、分析啊，没什么意思。所以一定要把它实。所以我们昨天讨论了，说这个佛教呢，不应该把理论跟实修就就是实修是实修，理论的理论啊，就不能把它拆开来，一定要把它结合在一起。这也就是说，我们先闻思，再把闻思的自己的所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体悟啊，把它就是透过实修这样的一个闻思的道理呢，就透过实修产生深刻的体会。
所以有一句话啊，所有的这个文思修都是有一个这么一个，就是祖师们曾经说啊，听闻的智慧啊，听闻的智慧应该去认识什么是烦恼。我们认识烦恼，这个思维的这个智慧呢，我们认识就是如何对治烦恼。修行的实修的智慧呢，我们应该要对治烦恼，知道怎么对治，但是没有去实修，把它用在实际上的，把它不运用的话，那就没什么意思啊。再来是无蕴啊，无蕴体性皆空嘛，无蕴。这里谈到的这个名字啊，就是无蕴。无蕴就是色蕴、受用、想蕴、行蕴和识蕴。这位所谓的这个无蕴的意思，就是指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意思。这里呢，就是为什么要先提到啊观察无蕴皆空呢？这是因为我们主要都会将这个无蕴执着为我，将它看成是人我和无我。换句话来说的话呢，这就是无蕴就是人我执和法我执的主要对境，或者根据，或者依据，而轮回的这个根本，所谓的萨迦耶界，萨迦耶界就是一种把无蕴看成是我的执着，意思就是说，把这个无蕴五种元素呢，误认为是一个单一实际存在的个体，所以一开始必须对治这种执着，所以说应该要观察无蕴体性皆空。为什么我们这边提到这个无蕴的理由是这个。那无蕴为什么是空性的呢？根据这个《杂阿含经》所说观色如炬墨，受如水上泡，想如春时叶，诸行如芭蕉，诸事法如幻，故无蕴非我。以上是这个简单的对于这个无蕴为什么是空性的一个解释啊。接下来呢是要做这个比较详细的解释啊，就是透过空性四门接下来谈到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叫做空性四门空性四门来做这个解释。空性四门呢，哪四门呢？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里的这个色指的就是色蕴为什么要首先提到这个色呢？色蕴呢？因为色蕴就像是一个容器或者杯子，其他的四蕴也就是受想行识，主要是意识为主。它们呢就像是容器里面或者这个杯子当中的水是一样的。所以呢，当这个容器被摧毁的时候呢，里面的水自然就会散掉。所以呢，如果首先能够了悟
色蕴的空性的话呢，那么自然就后面的4个空性也会比较容易了解。所以就先提到只是先提到这个色蕴。那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这个色蕴这个五蕴里面提到的，尤其是色，然后呢就是应该是说所有的无为法，不是所有的有为法都包括在这个四蕴里面。然后呢，为什么这里面特别提到这个受跟想呢？因为这个受跟想呢，是因为这个出家人他是可以说是受是为什么这里放受呢？可能原因就是在家人。为什么这里放一个想呢？就原因就是出家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是在家人呢，世间的人呢，这个享受为主所以他们就是为了这个享受争来争去，所以把受放在这里。想呢，这个出家人，尤其是我们出家的学者，他们出家的学者，他们就不同的宗派、不同的见解，然后就是你死我活，争来争去。说这个我的见地是最高的，或者我的这个宗派的见解是就最正确的，你的宗派的见解是不正确的、错误的，所以把想放在这里。那行指的就是说，除了这个，当然这个受跟想是我们这个51个心所里面的一个心所，但是为什么把它抽出来？这51个心所里面把2个受跟想抽出来放在这边呢？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个原因，问题的根源，所以就把它抽出来。然后再来就是除了这个受跟想之外的所有的这心所呢，就属于行里面。然后呢，事当然就是除了这些心所之外的，就是剩下一个心王就是事就是心王。好，总而言之呢，这个世俗的人都因为这个贪着色声香味触等等五妙欲，就是这样的一个五妙欲也就是5种享受而堕入轮回。所以因此呢，为了帮助众生不要堕入轮回，所以这里就首先提到了色即是空。但是呢，如果有人贪着空性的话，他又会堕入涅槃极尽边。所以因此就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接着说空即是色，不只是色即是空，还有一个空即是色。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比喻就像是一个在行走在一边是荆棘然后呢另一边是我的眼睛不好，荆棘另一边是悬崖的道路上的一个盲人。他身边有一个明眼之人可能会提醒他，你要小心你小心左边有这个荆棘。那他一听到这个呢，他会靠在那个右边去，这样的话就会掉到悬崖里面去。所以光是这样提醒还不够有危险，他可能会掉到悬崖里面去。因为所以如果说这个右边有悬崖，你要小心，这样的话呢，他会如果靠在左边去的话，他会刺到荆棘。
所以呢，明眼人呢还得再次提醒他啊，你要小心哦，你也不能太靠近另外一边，因为就是什么有悬崖什么的，所以你要好好的直直的走在中道上。根据这个无垢有尊者和摩诃这个舍那大师的主张啊，这空性四门，也就是这4句话，是在说明加行到这个阶段的禅修对境。接下来呢，对于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空性四门呢，我们可以分别用唯识、中观，还有这个如来藏的3种角度来加以说明。但是有没有时间？上面这个好吧。所以呢，这个空性四门呢，我们就用这个分别是这个，当然我们小乘，当然这个是大乘的经典啊。虽然用小乘的思想来说明这个空性四门，也有可能的，但是它既然是一个大乘的经典，用小乘的这个思想来解释，好像有点不太恰当。所以就是用大乘的这个思想来解释的话是比较正确所以呢，我们就先不谈，当然，所以先谈这个中观的吧。唯识放在后面。本来是想唯识先讲，然后再来讲这个中观。这个中观宗的这个看法呢，依据中观宗呢，也就是这个藏传佛教所说的自空派。藏传佛教说这个自空派跟他空派它指的就是应该是说指的就是中观，尤其是中观宗里面的中观应成派，是不是 ？Thank you。所以呢，这个中观来解释的话呢，就是色蕴等等这些事物呢，并不如我们所经验般的存在。No， 所以不如我们所经验的般的那么存在所以称它为空。这里的这个色即是空并不代表色蕴完全不存在。这里提到的这个空或者无，可不是一般的空无，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这个空跟无，而是一种特殊的空无。因此这里的这个空指的就是色蕴等等事物呢，不像我们所经验般的存在，所以叫做空。那么色蕴等等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吗？根本上存不存在呢？我们就会有问题嘛。不是我们经验般的不存在，但是根本是不是它存在的呢？根本不存在的吗？并不是这样子。但就是因为它们不像是我们所经验般的存在，所以才可能显现出来。这个原因就是这样的色蕴是互相依赖才出现。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于是称之为色蕴。就是因为不是我们所
就是经验般的所想象般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色蕴的显现。色不异空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色蕴本身是空性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空性可言。因为色蕴的本质就是空性，如果从本质上来说的话呢，是从来没有任何的存在。所以说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却显现出存在的样子，这就是所谓的色不异空。那空不异色在哪里？没说。这个空性的道理呢，就可以用这个水中的月做一个比喻啊，就像是水中的月影啊，虽然能够非常清晰的映照出这个月亮的样子啊，但其实呢，水中呢从来都不曾有过真正的月亮。这两种情况呢，也就是月影能够出现清楚的显现，但是却不实际存在月亮的状况啊，其实并不矛盾，而只是而且是可以同时存在。同样的，这个色蕴等等这些事物呢，虽然仅是这种显现，但是呢，实际上却没有丝毫的存在。还有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些梦中的这些可以出现的这些房屋等等这些景象可以出现很多房屋的这样的一个景象，梦里面呢，但是呢，却没有一点真实存在，所以这样的一个比喻，也可以来理解空性的道理，也有可能的。当然，这个是空性，不是那么容易啊。这个空性，如果是它是很多人认为这个空跟无。只是没有只是不存在，这么容易的话，我们早就了解了吧，应该是。所以，空跟无所讲的这个道理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常说的空跟无，它是一种特殊的空跟无，它讲的是特殊的。独特的一种空跟无，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有点难理解。但是我觉得下午应该可以多讲一些对于这些空性的一些更多的，应该是说理论，或者更多的，虽然自己没什么经验也可以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今天早上呢，到此结束。